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好。时间过得真紧，过一礼拜咯。这礼拜牧师要甲大家做阵来分享，就是讲咱在你艰难的当中，你困难的当中，倒位是咱会当有出路嘞。唔知影你有介意看电影无？有一个人真爱看电影，特别爱看叫做迄种叫做 superhero， 就是英雄的这个电影。为什么爱看咧？因爱看这个 Superman， 爱看迄个汉克绿巨人，也是爱看迄个钢铁人这种。伊感觉安尼足有气力作战的。但是你敢有发觉？发觉讲这个 Superman 也好，也是这个汉克这个绿巨人也好，也是这个 Iron Man 这个钢铁人也好。因敢若嘛是有软弱的所在咧，吼。亲像敢若讲迄个 Superman， 伊若拄着一种石头，哇，迄个规身躯拢无气力。迄个汉克，哇，规身躯青扁扁迄个，你若有注意，伊脾气足歹。若你嘛捌拄着即个看迄钢铁人，哇，伊若无迄束衫吼，伊甲一般人拢共款。所以你会当想着讲，虽然这英雄遮有气力遮好，总是嘛是有软弱的时阵。咱今仔日咱是一个普通的人，我相信你会想着讲，我嘛有软弱啊。所以保罗你讲有啥物人软弱？我无软弱咧。今仔日。毋茫讲照着上帝的话，照着大卫你诗篇所写的话，互咱会当找着讲，倒位是咱的出路。你咱软弱的时阵，你无倚靠的时阵，还是心情无好的时阵，咱到底会当安怎做？来行出咱这个困境，来行出这个去束缚的这个所在，会当更加自由。今仔牧师要照着诗篇54篇，54篇。未读进前，你若有注意看掀开你的圣经啦，掀开你的圣经，你54篇你甲掀开伊有一个寡妇啦，寡妇写讲迄叫做西弗人来对扫罗讲大卫啊，敢毋是藏伫阮遮吗？迄个时阵大卫。就做这个假释的诗，来教学个官，用诗言来做乐器。咱今仔日要对这段的经文来思想，咱怎会当行出这个所谓咱的艰难的困境，也是讲咱面对的环境的困难。咱要用这段圣经，甲兄弟姊妹咱做阵来分享。咱若拄着软弱，拄着困难的时阵，咱会当。安怎来做？大卫安怎做？咱照着伊写互咱的这个话语，大家互相来勉励，来了解，知影上帝的听，帮助咱，免行出咱软弱的所在，行出困境的所在。咱先来读圣经，咱你拍开圣经旧约，旧约，你这个诗篇的54篇啦，54篇。你若拍开，你会当甲牧师做阵来读，是你听牧师读嘛是真好，拢好，若会得咧，咱做阵读，我相信你若读出声，上帝话足水的，尤其是咱我们人语来读，咱嘛是知影讲这话语足水的，诗篇54篇的第一节讲上帝啊！求你以你的名来救我，并你的大权能为我来这个伸冤啦。上帝啊，请你听我的祈祷，听我嘴所讲的言语，因为外口的人起来要来攻击我，强迫的人呢，笑想要来讨我的命，因为因的目睭当中无上帝。上帝，你是帮助我的，主啊，你是扶持我命的，你一定会报应迄个我的对敌所做的歹，
凭你的诚实来甲因灭绝，互因来灭绝。第六节讲我要甘心做献予你，耶和华我要学乐你的名，你的名实在是真好真水的。伊对一切的危难的当中，甲我救出来。我的目睭嘛要看到我的仇敌的报应。咱这时阵仰头来祈祷，主你的话，搁再一届，要来帮助阮。伫世间的当中，有真济阮所面对的挑战、困苦的艰难的环境。总是主，我相信照着你和大卫引出伊的经验，今仔日也要照着伊所写的这个所谓假释的诗，也要来提醒阮所倚靠的，阮要哪来行出阮目前所面对的这个困难。主，阮甲下面的时间拢交你的手头，愿主你赐福，互每一个听到主你的话，也是分享。你的仆人所分享的话，会当成做阮的帮助，带了阮会当伫面对困难的当中，会当行出一条真水的路来学乐你，来见证你。主，阮感谢你，感谢你照着大卫所写的诗，也要来启示阮，求主你的圣神，这时阵，互阮有智慧。互阮有谦卑的心来领受你所教示阮的话，互阮欢欢喜喜来领受主你的引带，互阮知影阮的所行的这条道路是充满美好、充满快乐的，因为主你是阮的主。阮甲下面所要分享的，完全交在主你的手头。愿主你赐福每一个愿意谦卑来听的每一个人。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你若你生命记内底29章有一句话讲：你若注意听什么耶和华所讲的话，你出也好，你入也好，拢会当得到福气。你拢会当得到福气。所以今仔日咱照着这个上帝和大卫感动的话语，咱要来领受。要来领受讲咱即马若拄着困难的时阵，咱是要哪会当行出这个困境咧？是要哪行出这个困境？牧师第一要甲分享的是讲咱咧困境的时阵你有熟悉这个上帝无？你有熟悉这个上帝无？第一站大卫咱先来讲这个背景这个背景就是大卫迄当阵去互迄个扫罗王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第一个王，迄当阵伊对大卫怨妒，阵要甲对杀，大卫阵走，四界走刀片，刀片这个扫罗的迫害。有一日呢，这个大卫去互上帝感动，感动啥？感动到一个代志，就是讲伊有一个这个以色列人毋是以色列人，就是讲迄个非利士人非利士的人伊是安怎咧？伊即个人要去攻打一个百姓，合作基伊拉的这个百姓，合作基伊拉这个百姓，这非利士人要去抢这个基伊拉因的田园就对啦上帝互大卫得到启示。讲你会当去帮助这个百姓，说基伊拉这个百姓，你甲帮助这非利士人要去抢因的这个因的家园这你去甲帮助。大卫听到上帝的启示，阵去甲帮助这个基伊拉的人，甲这个非利士甲拍败。这是记载伫撒母耳撒母耳的第23章你若现在看，你大家会看会到你大家看会到。大卫阵带伊当作对伊的人差不多600人左右差不多600人400-500人左右阵去拍败这非利士人。应该讲这百姓基伊拉的这个基伊拉的百姓应该讲
应该真感谢台北才对啊，哦，真感谢台北才对嘛，应该是安尼嘛，吼。毋过人吼，人常常吼拢恩将仇报，为什么呢？可能伊原来惊所罗门，迄个所罗王啦，吼，吼，伊惊迄个王，因为迄个王要去追杀台北嘛，吼，所罗迄个王要追杀台北，所以伊可能惊吼，因遮的百姓可能原来。惊即个所罗对伊的迄个破坏，所以讲虽然台北对因即个百姓袂歹，甲帮赞甲救，毋过因去甲即个所罗讲，哎呀，台北离阮遮，哦，台北离阮遮，啊，结果台北嘛是哪会知？啊，就是上帝甲启示，上帝甲启示讲，啊，你救的即个吼，即个老百姓遮吼，反背你，哦，啊，你爱走，你爱倒走。所以台北都继续走嘛，吼，继续走。啊，走去到倒，走去到一个旷野，吼，走去到一个旷野遐，还迄个所在就是，哦，咱地对啊拄啊读的啊西湖啦，吼，做西湖迄个所在，迄个山就伫迄个山的附近。啊，伫遐你出来，啊，结果你西湖即个遮附近的人，原来是惊即个所罗，所以听到台北伫遮走撞的时阵，吼。哦，伊就去甲所罗王，哦，所罗王甲报告讲，迄台北吼，敢毋是藏伫阮遮咧？哦，敢若藏伫阮遮山顶这附近哦。哦，所罗就甲讲，所罗王就甲讲，无你遐探听，哦，你去探听看卖，看伊藏伫倒，哦，看伊若藏伫倒吼，你再甲我报告，你再甲我报告。西府的人哦，哇，就毋知为虾米做得新的呢？吼，可能我相信，迄个环境。因为伊可能知影即个王厉害啊，啥物吼爱惊，阵咱讲大发热心就对啦。哦，安尼足热情的，就开始去甲找，去查访，台北到底咧，走去到倒，你啊山济内底安尼走来，你啊山内底走来，走去倒，走去倒。啊，结果因探听出来讲，你大约啊你倒，大约啊你迄个马云的旷野南边的迄个。叫做亚拉山吼，亚拉巴的即个山阿拉巴的即个山伫迄个山内底。即马即个所罗王当然听到啦，因为伊就是要追杀即个台北嘛，所以伊就派人派兵吼，准备要去来抬即个台北，来追赶即个台北。所以你甲想看觅，台北帮咱南国人违背。你一定讲我帮助遮个人，遮个人违背，违背算了，我走去遐，结果环境人歹啦，遮个人我无安怎，伊遮个人去甲所罗报告，要来甲我抬，我相信你若是台北，你的心情一定足郁卒的。讲人敢就需要安尼，我悄悄你讲，这是足艰苦。即马煞了，所罗王来啊！所罗王来，当然就开始包围啊嘛，开始要甲掠嘛。伫咧即个时阵吼，台北就是写了即篇咱今仔读的即个54篇。伊一开始就讲上帝啊，求你按你的名来救我啦，凭你的大权能为我伸冤啦。咱即马你毋捌听过吼？即个摩西哥有一种秘鲁，你捌听过啊？迄个名足出名，甲咱即卖疫情即个病毒的名，既然是共款的，叫做 corona。大家即摆本来即个秘鲁袂歹啉，嘛不哩出名，你摩西哥当初都不哩出名。结果因为即个病毒就或者即个名了大家惊到要死，讲我这无啉这是病毒的秘鲁，无啉。结果，哇！这个本来卖了袂歹，即摆就卖了足歹，敢若要关起来呢。你一定讲哇，真衰啊！因为这个名差不多就安尼。你捌想过无？代表讲上帝以你的名救我来，上帝的名。我毋知影你捌拄着一种的，就是讲。你捌摕到咱台湾人，你讲巴拉票，啥做巴拉票？就是讲我摕到一张支票，顶悬有金额，结果嘛有签名，结果即张
去对的时阵讲，有两种情形，毋是即个名假，就无是即个人吼，有即个名，但是伊就无迄个气力吼，来付即条的即个支票的钱。所以咱无毋对名，咱较早名，咱知影即个名，知影即个人。毋过咱无啥去想过，讲名甲人安尼到底有啥物关系？其实名甲即个人真有关系。吼，有一个，敢若咱对下讲，你摕到巴拉票，你巴拉票可能即个人无开来通付，所以即个支票你就无法度去领钱出来。啊，是讲即个名是假，你嘛无效。咱个换做这样来讲，你今仔日摕到一张支票，顶悬的名是真的，你去领的时阵，原来领会出来，你一定感觉足欢喜。所以顶悬的即个名有重要无？有重要啊！有重要。即个人的名，若有即个气力，用迄个名，支票写互你领就无问题。毋过，佫有一种问题，啥物问题？就是讲，即个支票的名是对，金额拢对，毋过即张支票毋是要互你的啦。意思讲你若无即个合法的无一定合法。即张支票无毋对，即个支票你爱有权利通领。意思就是讲，我即个支票是要杀人，即个人爱有合法才会当领才对。所以这当中嘛发生一个真趣味的代志。什么代志？就是讲有一个人啦，有一天因厝边哇，足好个，足好个即个头家过身。即个人哇，都哭到安尼啦。厝边头尾讲，真奇怪咧。人即个好个人的头家过身。我就是明明知影甲你无关系，你哭到即型咧，是哭安怎？我再去甲问啦，讲某某人人即个厝的头家，过身，厝的人真艰苦，真伤心对，这亲人嘛，会当理解。你哪会哭甲敢若因囝共款呢？还是哭甲你敢若甲伊有啥物关系吗？伊讲我就是哭，我甲伊无关系啦。我若甲伊有关系，我今仔日袂哭因为我领足济啊。我想这是一个笑话，实际上就是讲，因为无关系，所以这个就无法度去领，伊就无迄个关系的时候，伊这个遗产就领袂着嘛。兄弟姊妹，你有捌想过讲你所信的这上帝这个名？代表什么意思？这个名代表什么意思？你捌去想过无？我相信咱常常拢知影讲，咱上帝耶和华，或者耶和华，耶和华是什么意思？你敢有去想过？耶和华的意思就是讲，我是对较早、即马，直到永远，我是永远的。哇，这了不起哦！有啥物是永远的？这了不起呢，是永远的代表你才讲上帝按你的名来救我，按你的名来救我，按你的权能，因为伊的名甲伊的权能有关嘛，所以代表你才呼求的时阵讲，哇，我即马拄着这么困难啊，我爱来去找找我熟悉迄个。我要来找熟悉迄个啥人？迄个是耶和华呢？迄耶和华是对较早、即马、甲永远拢一直伫的呢？是较早我较早的祖先伫迄个埃及做奴隶的时阵，伊安怎用伊的权能，甲我的祖先对你做奴仆、做奴隶，伫迄个环境去互人安尼压迫，互人看袂起。害人离安尼，甲人安怎做安怎奴隶，奴隶，安尼足痛苦。这个耶和华，上帝的名，伊的气力，甲我的祖先对迄个所在救出来，毋但救出来尔，你旷野当中甲保护，你旷野当中互因食，互因穿。你讲？这个上帝耶和华安尼有好也无好，
有够赞的啦！但是咱毋是敢若看到这个上帝耶和华的名，咱所相信的神是啥物？是圣父、圣子、圣神的呢？是三位一体的神。伊的名嘛叫做耶稣呢。耶稣是我的救主呢。伊是对我罪恶的当中把我救出来的呢。伊是用伊家己死里十字架顶悬，3日了，佮活起来，甲证明讲，哇，这个人是无去互死亡绑个掉的呢。这个人你在世的时阵，车眉看会到，摆脚会当行，这个袂听无的会当听，死去也甲叫伊起来，哇，这个有够厉害！这个是咱所熟悉的主耶稣。主耶稣任务完成了，即马是圣神呢。圣神伫咱的当中呢，你来看迄使徒耶稣的学生，当初耶稣活了升天了，交代伊的学生讲恁著爱等这个圣神甲充满，充满恁就有困难，有困难恁所面对的环境恁就有法度甲突破恁就当行出一条无共款的路所以圣神今仔嘛伫咱当中。所以兄弟姊妹，咱若受到代笔，为什么讲上帝主按照你的名来帮助我，按你的权能来带领我即马所面对的环境。所以兄弟姊妹，也是讲毋捌上帝的人，毋捌咱这个三位一体主的神的人，你有困难的时阵。是毋是爱去甲捌一个？咱信主的人虽然讲捌，咱若常常拢敢若无敢若个无熟，迄嘛足可惜的。所以第一点，咱若有了解，讲咱若面对困难咱要哪做？咱来去熟悉一个啦，了解一个啦，咱的神是啥物神？我相信咱若有这个了解，咱有信心。咱才有气来讲虽然这个环境是安尼，不过咱有法度讲有迄个气力，莫袂记的，咱的主伫咱的心，所以你莫袂记伫咱的内底比世界更加大伫咱的内底气力，所以咱迄个内底毋是咱，是迄个上帝，是迄个耶稣，是迄个圣神伫咱的当中要来保守咱，要咱气力会当行出这条路。所以你若毋捌，你真可惜虽然讲你已经信主但是你若捌你无亲，嘛真可惜。所以你若拄到困难的时阵，莫袂记的甲咱的上帝，甲咱的神小捌一下好毋好？我相信这对你来讲是有真大的帮助啦，会当互你讲这有够赞的啦所以你讲牧师我虽然无信主，敢会帮助我？兄弟姊妹，我相信你拢了解啥物？圣经里甲咱讲咱这个上帝足疼人的啦，伊愿意甲伊独生囝赐予咱世间的人。那一切相信的人都袂互伊灭亡，会当得到永远的生命。你讲伊有疼咱无？你个记咱较早嘛是甲伊做对敌的人伊嘛是听咱甲咱救出来，所以无论你是即马是伊的上帝的囡仔，也是讲你阁毋捌你未信的，无论如何，你若愿意来敲吹，上帝甲咱应允讲，你若敲吹要你拄着，你若敲门也要甲你开门，你若祈求就要你得着。我相信这是上帝予咱的话，所以你若拄到困难，莫袂记的。好好来熟悉一下咱这个才有权能的主。敢若大笔讲，我讲大笔讲主因为你的名，因为你的权能求你来帮助我，求你来帮助我。所以第一点，牧师要甲你介绍的，就是讲，你若拄到困难的时候，莫袂记你有认识这个上帝无？你有认识这个神无？这真重要。第二点。你敢若熟悉敢有效？你敢若熟悉？
哦，我嘛知影，我捌听过，熟悉就讲我听过，哦，啊，我就毋捌插伊，啊，伊嘛毋捌插我。伊要插你，可能你嘛无一定要插，因为你就甲伊有听过，你就无熟悉。我听过真侪人讲啊，我听我基督教诶，上帝吼耶稣啦，哦圣神拢足好诶。啊，你要甲伊交往过无？啊，毋捌，真可惜啊。所以第二项，咱毋是干那知影尔，咱爱去甲交流，哦，咱爱去甲仰望，哦，爱去甲实际上去甲经验一下。啊，无你讲诶就无效，讲诶就无效。所以第二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就是讲哦，咱爱去甲交流啦。哦，咱爱讲哦啊，这个上帝遮尔好，啊，我毋捌去甲伊交流，啊，就足可惜啊。所以你第四节的当中吼，代表咱来讲，咱的圣经虽然无写讲看，啊，意思就是讲看卖，你来看哦。我相信啊，这个上帝是帮助我的，这个主是扶持我命的，因为我捌经验过，兄弟姊妹，我相信你今仔日信主，除非你是自细汉你的厝就是基督教的家庭。哦，当时基本也是安尼，我相信你也是会经验到上帝，经验到咱这个神对咱的疼痛，咱的生活当中有真侪超过咱所思所想的啊，他拄到一寡代志啊。那毋知你捌听过啊？这个牧师的这个见证无？啊，我哪会去信主？我自细我出世，我是咧台湾家人庙口出世，我自细汉就咧庙边仔佚佗的嘛。坦白讲，我听过真侪神啊。哦，台湾嘛真侪神，我相信你也嘛可能捌听过。为什么我尾也独干那要信一个？因为伊无共嘛。伊安那无共，因为我有经验嘛。啊，你讲牧师，啊，你其他你较早细汉大汉，啊，你拢捌听人讲，人无真侪神有神力啊，什么代志？我讲是啊，是无毋对，你讲也无毋对，但是独这个无共啊，安怎无共？因为我的经验较早，我所去经验，我细汉较大呢，迄一寡庙内底神是无像的嘛。啊，我有这个经验，当然尾后我才愿意讲，我要献身。哦，这实在足好的。哦，我献身，毋是我，因为是我听到这个代志，我去经验到这个代志，所以我讲这遮尔好，上帝恩典遮尔大，互我，所以我也愿意讲啊，主啊。哦，有我伫这个生命当中，我愿意来服侍你，因为你实在有够好诶。所以有这个经验的就无共。你看你这个地别嘛是共款啦，伊嘛是讲哦，你来看，伊虽然迄种足危险的，毋过伊迄个信心就出来讲，来看啥物？看讲这个上帝是我的帮助，伊较早安怎帮助我，伊较早安怎扶持我。虽然即马拄着这样代志，我要来找这个会当倚靠的。我要来仰望这个，互我较早确实经验过的上帝。真侪人可能你无那信主啊，但是你将来若毋捌经验，啊，你嘛听讲这个上帝袂歹，啊，相信有一句的人无信主，伊嘛感觉袂歹啊，啊，毋过伊无迄个经验，伊无迄个经验，所以你若无这个经验，牧师要鼓励你，咱这个相信的这个上帝。是会当去经验的，哦，会当去经验的，哦，啊，可能你讲啊，我都甲伊无啥熟悉，不要紧，哦，你甲呼求，哦，你甲呼求，拄则牧师有讲，敲吹，你就会拄着，哦，啊，咱在世当中，咱可能无一定真，敢若讲，我都对伊无啥了解，对毋对？哦，啊，我要问你，等你细种的时阵吼。咱爱有一个积极的吼，即个想法。哦，虽然无一定咱听过也好，哦啊可能也无啥甲伊交往也好，毋过牧师要鼓励你啊。哦，你即摆你困难的当中，你愿意放下你心中的即个讲，我甲伊无熟，我愿意无愿意吼，要来去经验伊。我愿意无愿意要来经验伊啦。哦。啊，当然你也讲啊，较早吼，这个困难真大。
这安尼，伊敢会帮助我？伊敢会帮助我？拄则我有讲过，这个上帝是亲身，甲伊的独生子耶稣赐予咱。你想看觅？恁兜的迄个囡仔，你敢要互人？要互迄个甲你做对敌的人？你若要互伊，你就知影伊偌疼你。你若知影讲伊会当就伊独生囝拢要互你，你有代志，伊袂甲你帮忙吗？伊会甲你帮忙吗？你小想看觅。所以牧师要鼓励你，无论你已经信主还是无信主，拢鼓励你踏出一步。牧师是见证人。我嘛是踏出来过这步。我嘛要鼓励你踏出来这步，甲伊交流，甲熟悉了，甲伊交流，甲伊沟通。讲我捌听过，罗牧师有咧讲，我捌听过有人咧讲你足好诶，你愿意帮助世间的每一个人来到你面头前的人。我捌听过讲你嘛有讲过讲敲门要甲阮开门咧。我嘛有听过讲若超找要去拄着咧。上帝，你有讲这句话？有啊。上帝讲的话，敢会当无实行咧？咱人讲的话无毋对，有当时无准算。但是咱这个神也是神讲的话，是毋是爱算话？所以你这个时阵你爱想。你拄到困难的时阵，我来捌这讲，我相信你若拄到困难，你会安怎做？你会讲我来找某某人啊，啥会当帮助我？你嘛是会想要去了解，你嘛想要去熟悉，对不对？你熟悉，敢若听了无效啊？你就爱安怎进一步？我熟悉了，我爱更加了解，了解伊的背景，了解这个是毋是有法度真正来帮助你的？所以牧师要鼓励你。你也拄到困难，你也拄到这个环境的时阵，你查考看觅啊，你想看觅，你较早，你这条路当中，你捌经验到上帝会听会开力无？可能你无拄着，因为你可能一切拢真平顺，你从来就捌拄到代志所以我讲好势好势，你去找看觅问看觅牧师对来甲你讲，我有经过真侪困难，感谢主。因为你会带华领啦，伫伊的帮助当中，你一步一步行出迄个困难的当中。所以第一项，咱讲咱除了熟悉，毋是干那听尔，熟悉是爱交往。你有定定较即个上帝交往，你讲我无要紧，总是有开始嘛。你会当踏出迄个第一步。你若第一步、第二步，你会愈来愈了解。所以你若面对困难的时阵，牧师要鼓励你，你踏出迄步，我听过迄个人捌讲过，我听过牧师捌讲过，我捌听过某基督徒讲过，讲这个上帝足好诶。你若假是较早捌经验过，毋好袂记你较早若有经验过，你爱想起来，毋好去外口世界撞，咧找拢无效。咱有这位，天顶地上地下，伊拢管，伊拢管。咱就免讲我譬如讲我若心脏无好，当然我去找心脏的医生，袂歹。我若喙齿疼，我就去找喙齿疼迄个医生。我看你若一个人心脏也会当甲你看，喙齿也会当甲你看。你所有的毛病拢我都甲你找一个就好找遐尼济敢无效？找一个顾心脏的，你喙齿疼了，我都甲你处理啊。所以咱敢若找一个，这个是天顶的、地上的。地下总管的做开力的，你爱甲伊熟悉，毋但熟悉，你甲伊交陪交流，甲伊互动，你会当了解讲，这个上帝会当帮助咱，敢若大伯你讲的，讲看这个上帝是帮助我的啦，过去帮助，即马嘛要帮助，将来嘛会帮助，一直帮助，为什么？因为伊听你嘛。伊听你，伊听咱世间的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是伊所造成出来，伊做的嘛。敢若讲你的囡仔，你生出来，你拢嘛是听命命，敢毋是安尼咧？所以求主帮助咱，咱毋若敢若听尔，熟悉尔，咱爱甲伊交流，爱去仰望伊，爱去仰望，除了仰望咧，咱搁刷落去，咱来去感谢。哎哟，未做落去感谢，
兄弟姊妹，是啊，咱爱专心来仰望，来挖苦，来经验，咱爱来感谢。你讲牧师，要做代志，我就甲感谢。兄弟姊妹，我牧师问你一样代志，你去拜托人，你有去拜托人无？你有拄到困难有去拜托人无？有啊。你看即马真侪人拢共款，未做代志进前落去感谢啦，讲多谢你甲我斗相共，这就事实啦。感恩的心。有人讲要甲斗相共，你这就，我看这敢若做人嘛无啥道理吼。咱世上的人，若讲去要拜托人去甲咱斗相共，咱是毋是有一个感恩的心？虽然有做成无做成，这个人若愿意甲咱斗相共，咱就爱共感谢。更何况伊才有气力，一定会做成，这嘛一个问题。我感谢代表啥物？我的感谢代表我对伊有信心啦。我代表我是要挖苦伊啦。有一个人有信心，对有信心，我就交托伊一个就好。若无信心，这个来找这个来找这个来找几百堆。结果，这就是你无信心。你对伊无信心，你可能你就是会死过去找。你若对我相信，我这个就好啊。我相信伊，伊有法度甲我处理，伊有法度甲我解决，我找这个就好啊。你若无信心，当然你会死过去找。无管你对伊有信心无信心，牧师也是要讲的。当你找人要甲你帮助的时阵，你是毋是应该讲有这个感恩的心？代表你遮就是安尼啊。代表讲了煞讲啥？伊讲我要甲迄个甘心的罪献互你。我即马拄着困难，我熟悉上帝，我也交陪过上帝。虽然伊还未做成，即马我足困难呢，还未做成。毋过我的心，我相信，我甘心，我要献祭予这个上帝，我要学了伊的名，因为伊这个名对较早、即马、未来拢是足好，因为我有经验嘛。所以讲，我较早有经验，伊对我迄个危险甲我救出来，我嘛捌较早讲看到伊对迄个无对我无好、做歹对我迄个人，拢有报应。虽然即马这个人是原来遐尼歹，要来甲我掠，要来甲我杀，要来甲我割。毋过我相信上帝是保护我的，我相信伊一直是看顾我的，我相信伊是我的天父，伊一定为我来做出一条路，会当互我行。所以兄弟姊妹，咱伫遮咧思想就是讲，咱今仔拄着代志，咱的生活是要安怎一步一步，会当行出这条道路。第一样代志就是讲，拄则牧师讲，你有认识你所捌的这个上帝，你知伊的能力无？你有相信伊的能力无？你捌经验过伊对你所做的代志无？我相信你应该拢会拄得到，但是咱常常都袂记的嘛，咱常常都袂记的嘛。你看迄个主耶稣迄当阵去医治10个迄个，掉落迄个麻风病迄，上帝甲医治10个出去，拢去欢喜，就去到社会当中，拢恢复正常。结果干那一个转来。大家拢知一个转来，迄个甲讲，哎呀，感谢主耶稣。结果主耶稣来讲，哎哟，敢若你一个，其他嘞，其他就恢复生活去，伊就恢复伊，较早伊互人排斥啦，互人迄个，即马转去，足欢喜，甲你袂记。主耶稣讲袂要紧啦，这世间的人就是安尼。毋过你转来的人你得到2项祝福。第一项就是你已经身躯好啊，第二项你有永活的生命，你得救。你得救，所以兄弟姊妹，感恩的心有好啊无好？感恩的心，互咱的福气双倍啊！你讲牧师，我这还未做成，就爱献上感恩，无毋对。为什么？因为咱是对咱的上帝有信心。
咱是对咱所相信的这个神，咱有信心。所以还未完成，咱就献上感恩。为什么？因为这个信心，互咱会当面对讲，今仔日不是我，是我的上帝，是我的神，甲我徛做伙。我唔知影你捌拄过一项你较早你台湾一个囡仔，一个囡仔吼伊的小弟，你下下吼，互伊的同学欺负啦。结果这个囡仔倒来甲因兄哥讲兄哥我下去用欺负，因兄哥才生气的。因兄哥就讲好，我来去找伊，因为离咱家附近尔。我来去找伊，伊敢若去找伊，去甲迄个囡仔甲欺负因小弟的囡仔头，伫外口门口大声话讲：某某人啊，你甲我出来！你甲我出来！你欺负阮小弟，你甲我出来！结果因小弟的同学无伫厝诶，无伫厝诶，结果是因小弟同学的大兄伫厝诶有够高强大汉的出来，高强大汉出来，敢若高丽出来，迄个看到要惊一下，讲这高大，这强壮，我死这要安怎？我头紧走，一直走。后壁迄个我甲掠你讲你奇怪，你来阮兜门口口，你发个大细声，你是咧发啥？怎甲掠？一个走一个掠，这个。走到尾甲因兜时，看到因老爸啊，徛伫门口啊。忽然间伊就挖头讲：你要来找我创啊？甲迄个猎个人讲：你要找我创啊？奇怪，较早本来就惊，那即摆变袂惊，因为伊看到因老爸，兄弟姊妹，咱若有承载咱的主，咱若交托互主，咱对主若有信心，咱相信主会来帮助咱行出这条路。所以，咱是用信心去感谢，虽然还未完成，不过总是咱无论是过去的经验也好，也是讲还未完成，咱有迄个信心，讲上帝一定听咱的祈祷，上帝一定帮助咱行出一条路来。所以，因为这个信心，所以就会当带出咱感恩的心。所以，大比尔遮嘛同款，虽然伊面对这个问题这严重，伊已经献上感恩啊啦。伊一定用感谢你，这就做头前啦，用感谢你做头前啦。兄弟姊妹，咱人生内底真正讲，不如意10之8九。意思讲无一个人面对生活内底拢一帆风顺的啦。咱加减减拢会拄着困难，有的人就一世人去困掉呢。你看即马真侪人，躁郁症也好，忧郁症也好，一大堆。当然，伊安怎牧师毋知，但是伊有要找出路无？我相信有。但是你发觉，即摆药物来帮助有诶嘛是行袂出来。我捌拄着，我也捌听到见证，也捌拄着有真侪即个人，因为我靠上帝，就咱行出来。为什么？你会记主要要甲咱讲啥？讲万物都互相效力，但是叫爱上帝诶人会当得到伊。会当得到好处啦。什么是爱上帝的人？兄弟姊妹，就是甘愿用甘心献上的人。虽然代志还未完满结束，不过伊的信心已经显出讲：主啊，我已经靠你已经得胜了。虽然即摆真艰苦，不过我有望。我相信你会帮助我，所以我会当忍耐，所以我会当继续坚持。伫这条路内底，我会当行出一个开阔的路。所以求主帮助咱，兄弟姊妹，即摆你若咧面对你的艰苦，你有想要自由无？你有想要喜乐无？咱用感恩的心来去学乐咱的上帝。我相信伊为你预备的，是你目睭毋捌看过。你耳孔毋捌听过，你心可能嘛毋捌想过，伊会赐予你超过你所思所想的代志。所以今仔日遮，咱嘛会当分享讲真正你主内底有真济咱会当来感谢，因为伊伫遐有真济讲袂煞的恩典恩赐要互咱咱会当来内底
来甲领受来内底所以讲呢，咱继续讲的就是讲，什么人会当伫人生的途中当中，这困难的当中，什么人会当行过咧？什么人会当飞过咧？会当看去头前讲，主啊，我有路会当行咧。其实是因为咱内底爱有愿望，这个愿望是咱，是咱的主，是咱愿望的主。所以咱爱有这个眼光，咱爱有这个眼光，咱若一心来倚靠认定伊，以后安尼讲，你若一心倚靠来认定伊，伊一定来指出你的路。咱若用感谢做一个献祭，这就荣耀上帝。伊一定互你得到救赎内底、救恩内底迄个快乐甲喜乐。所以求主来帮助咱。你即马若面对咱环境真侪困难的当中，莫袂记咱互相勉励，咱做阵勉励。咱对咱的主，咱有熟悉无？咱有去仰望咱的主无？咱有去感谢咱的主无？咱若有安尼，我就相信，你会当去经验到上帝有真水真好的要赐予你。咱即时阵压头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要感谢你，因为你讲，你应允了阮，若劳苦的，担的，来到你面头前的人，你要互阮得到安息。你搁甲阮讲，阮会当一无挂虑，主，敢若照着祈祷，照着祈祷祈求，甲感恩，你要甲一切，阮所需要的，阮所面对的，会当赐予阮，互阮有意外的平安。愿主你不但来祝福已经属于你的子民。主，我这时阵求你，若是有人因为还毋捌你，因为听到今仔日所分享的，是照着兄弟姊妹所分享的，伊会当来认识你，来仰慕你，来经验你。主啊，我相信伊也是有福气的人。求主帮助阮，会当定定来仰望你，来感谢你。阮安尼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